越剧十姐妹，这当然是一个艺术的排列，但不完全是。如果以艺术表演论，应该还有早期的吃银花、赵瑞花、涂杏花、王杏花、马章花、竹素娥、李艳芳，以及后来的戚雅仙、毕春芳、陆锦花、王文娟等。越剧十姐妹，它其实产生于越剧艺术的觉醒，或者说是越剧人的觉醒。1946年10月19日，鲁迅逝世10周年，上海各界人士纷纷用各种方式纪念这面民族的旗帜。有一天，编剧南威把鲁迅的小说《祝福》带给袁雪芬看。那天我在明清大学演出，白天下来以后改装了，晚上要演出了。他说：“袁小姐，我读篇小说给你听听啊。”那我一面在改装，他一面读小说。他的小说不长，只有几千字的。那么他读给我听，听下来以后，他说：“你看怎么样？能不能改写啊？”我读的时候不晓得鲁迅的伟大呢。我读的故事我非常熟悉，我从我母亲老一辈身上可以找到这样的稍微影子。我说我有把握，侬放心好了，侬下次我一定演。上演《祝福》正是越剧对绍兴老乡鲁迅逝世10周年的最好纪念。为了演好祥林嫂这个全新的角色，袁雪芬专门去书店买来《鲁迅全集》，还和南威专程去拜访了鲁迅的夫人许广平。许广平一愣了，他说：“在这个延安有个鲁尼，他延安鲁尼研究这个鲁迅演鲁迅的作品倒是完全说得通的。他在上海你们演出，你不怕当局不同意吗？这有什么？你讲的是为什么可以不同意啊？我说，我们在敌外时期，我说演出嘛汉奸的戏，我说，他们要升大了，让他们升到一个本质，我们演出又是另外的本质了。我没关系的，我们豫剧改革，我什么题材都要演。我说，这是1946年的春天，抗日战争结束已近1年，曾经一致抗日的国共两党关系微妙，内战一触即发。此时上演在国民政府看来有政治倾向的鲁迅小说，无疑需要胆量。在征得许广平同意后，学生剧团开始排演《祥林嫂》，袁雪芬自己扮演祥林嫂，范瑞娟扮演贺老六，张桂凤扮演魏赖子。这个演员阵容可谓豪华，几位主角都是一时之选，难分轩轾。上海青岛路和黄河路的交叉口，当年上演《祥林嫂》的明星大戏院，60年后早已换了上海银行的招牌。这是1978年上海粤剧院重新排演的粤剧《祥林嫂》。那年袁雪芬56岁，而1946年5月6日的晚上，明星大戏院首次上演《祥林嫂》，依然是今天袁雪芬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一幕。哎呀，那天我们从来没有过的，因为我们请许广平先生请他来看嘛，结果他请来的都是新闻业家的。我们那个编导男员他连长的学校我们的进来不得了不得了，他今天田汉来了，洪生来了，张军相来了，季默来了，吴凤也来了。我也不晓得我们这个作品怎么样，比我朴素的感觉，比我所熟悉的我从那个地方出来的人的生活习惯，很朴素的演出。上去呢嗓子越唱越好，你是演戏我真的蹦闯过去，把桌子板凳全部撞倒，
结果做面归做面，作家归作家，下面还要演戏了呀。后来那个监场他就没有办法，只好把做面这过来画他个这个作家上面，很狼狈。这就是当时啊演出的。鲁迅的小说第一次搬上戏曲舞台，并在国统区的上海演出，立即引起了各界关注。上海的报纸都报道祥林嫂演出的盛况，说这是新粤剧的里程碑。1948年，由学生剧团原班人马演出的《祥林嫂》被启明公司搬上银幕。这是鲁迅作品第一次拍成电影，他开创了后来流行一时的粤剧电影模式。可惜的是，经过那个动荡战乱的年代，1948年拍摄的《祥林嫂》电影拷贝早已下落不明。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和香港凤凰影业公司在1978年重新拍摄的。袁雪芬扮演的是老年祥林嫂。老路的命啊，么遇着母郎也。 60年后的今天，袁雪芬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，祥林嫂把粤剧引上了革命文艺的道路，也成为自己政治上的转折点。中共上海地下党注意到了这些粤剧名伶的政治倾向，开始接近他们。1个月后，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来到了上海，他冒着风险赶到明星戏院，坐在观众席中，观看学生剧团演出的《凄凉辽宫乐》，为那位曾扮演祥林嫂的圣县姑娘鼓掌叫好。1946年6月26日，内战爆发。7月中旬，当时在昆明的中国民主同盟的2位中央委员李公朴教授和闻一舵教授，4天之内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，国统区内一片白色恐怖。追求进步的粤剧艺人们也不能逃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。有关祥林嫂和袁雪芬的个人材料密报到了上海社会局。1946年8月27日上午，袁雪芬身穿白旗袍，坐黄包车去苏联电台录音。刚刚我龙岗口出来，等红绿灯的地方，抛了个分包，把我抛了一身。他是很近的，因为我们在等红绿灯嘛，很近的就掏了我这个头上了，就是一身嘛。警察就来了旁边，根本不困啊。这个分包哪里来的，我们都很清楚，肯定来自反动派。此后，袁雪芬又收到了一封带有子弹头的恐吓信。封信我收到了以后呢，为去告报头天看，点个信，这个所谓没有声明报道。他正好在开记者招待会呢，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大声疾呼，呼吁所谓等我指引。许光比、洪生都发言的，洪生先生他就讲：“你让一个说，那我下去吧。”我天天报纸啊，像《文汇报》这个非常醒目，袁雪芬你挺起胸来。袁雪芬真的挺起了胸膛，她在思考。徐玉兰累得在台上吐血，尹桂芳嗓子沙哑了也不能休息。如此卖命的演出，为什么还要看不劳而获的老板眼色？为什么要我们粤剧演员和妓女一起去进行从业登记？袁雪芬明白，
要争取粤剧姐妹们的合法地位与权益，就必须摆脱老板的控制，要有属于自己的剧场，必须办一所专门的粤剧学馆，培养接班人。袁雪芬想到了敢做敢当的大姐尹桂芳，两人深谈了一次，一拍即合，决定联合沪上粤剧名角一演，筹资盖一所粤剧艺人自己的剧场。尹桂芳为此放弃了电影《王孙公子》的拍摄。这里是上海的福州路，过去呢是有名的一条四马路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过去的有个大西洋戏菜的，那个知名的粤剧的十几妹啊，他们在经营2年以前就在这个戏菜这里呢，签订合约，并请那个平衡律师了作证。1947年7月29日，大西洋西菜社，粤剧名伶云集。就连平时很少外出交际的小丹桂也来了。西菜社的老板也是一个粤剧迷，他点了点，共来了10位名角。芳华剧团的尹桂芳、竹水昭、吴小楼；丹桂剧团的小丹桂、徐玉兰、徐天红；东山乐艺社的范瑞娟、傅全香、张桂凤，还有一个是刚刚离开学生剧团的袁雪芬，他们要联合一演一部大戏《山河恋》。艺人们为着共同的理想，在合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不知是谁的提议，粤剧10姐妹还拍了一张合影，留下了那个永远定格的时空。10个人都要在一个本子里想，人家观众要看到戏啊，那要寻找了演什么戏啊，所以把那个一个3间看来改编的。那我们编剧也动了脑筋啊，是吧？把它中国化。我呢演个宫女，叫戴英，讲这个叫大宫女。那么袁雪芬嘛，叫演个小宫女，是我管，是我管的。这是照的，她是很漂亮的，雍容华贵。我们10姐妹之间，她最漂亮。那么大家就如此往后，那么尹桂芳大姐讲了，她说：“哎，这个戏嘛，自个子不会那么多，是吧？我呢，我只要演做跑龙套了，可是我不叫跑龙套，做招盖。”早点的早了，这早改也可以。可是我不叫尹大姐，叫桂芳啊。桂芳说的对，一个辈子没许多团结呀，没许多自觉呀。他做早改，我做早改，阿拉这两面站好了。结果尹桂芳和范瑞娟演了2个大龙套武将军。要敬重在分啊。故日里有话只管对我讲，我何尝与你做白亲？这样说来，我是错怪了你；这样说来，我是当得了你。1946年8月19日下午，《山河恋》正式对外公演。当时卖的座位票分为3个档次：10万、5万和3万国币。买票呀，我们预订票呀，我们要演出什么时候演出？这个1天的播映，把半个月票数全部买光呀。那么阿拉呢，10个人呢，天气嘛蛮热的是吧？我都来了，把戏都大家劲头蛮足的啊。哎呀，你没晓得，我们电台播映啊，我们的观众把电台那个量都打瓦它。此时，国民党在内战战场上连遭败绩，唯恐后院起火。看到《山河恋》演出如此轰动，怀疑共产党在暗中操纵演出。后来讲来封门来，不把了演出来。我们演下来的钱不能动，只好冻结。上海市警察局松山分局将一份
非法公演勒令停演的公文送到了黄金大戏院的后台。第二天一早，袁雪芬、尹桂芳、吴小楼和律师平衡赶到上海社会局交涉，到下午1点，终于等来了局长吴开先。吴开先讲，袁雪芬啊，高明的人啊，有这么一德，我把你抓起来，马上给我抓起来。我说好呀，我玩什么法？我说你来抓呀，我说我玩什么法呢？我那个胆子也很大，很大，我什么都不怕了，告诉你听。这么个尹桂芳呢，当时也年轻啊，是吧？气人啊，我是吴克谦，我当时就他跟吴克谦给你救出来了，他就当时就讲，我当时就没有手枪，有手枪我一枪把他打毙了，他就是意思的，气死人了，大家都。这是一场艰难的交涉，最后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勉强同意，让他们先演再补办手续。9月12日，《山河恋》一演在几经波折中提前1周落幕了。此时已近子夜时分，天下起了丝丝小雨，人们感到了秋天的凉意。我用的这个连通日一通啊，话费实惠，顶顶要紧的是，说了辰光再长，心里想不慌。于是不是啊？打着电话把人拨个2句，打着电话呢不少一个么么，事无比呢强话实惠，光了送光强的还不高了。联通如一通，不但市话便宜，长话也实惠啊，而且还有来电畅听，购买方便，缴费也方便，那真是实惠说不完。联通如一通，中国联通。我可以吗？快用闪亮滴眼露针对眼罩、眼色、眼疲劳，闪亮闪亮的魅力无法挡。仁和闪亮滴眼露，孩子感冒发烧就用优卡丹。哇，真潇洒！那是，我说的是新日电动车。买好车，新日电动车，新日电动车，好车。感冒发烧，持续低烧，反复发烧，用新博牌柴黄颗粒，稳稳当当退烧。百利药业，大红鹰，胜利之鹰，大红鹰集团，皇氏响声丸，驱内火，治嗓就是快。人生最幸福的是选一个中意的人。今天是我朋友大喜的日子，如果有中意的人，当然要吃中意喜糖，幸福从中意开始。中意糖果，我家宝贝特聪明，一咳嗽就跟我说：“妈妈，可可牌小儿止咳糖浆，专治小儿感冒咳嗽。”我家的宝贝也会可牌小儿止咳糖浆。大家好，人到中年了就喝至中和5加啤酒。我老家苏州，父亲一直喝5加啤酒。天气潮湿阴冷，回家每天喝一点至中和，200年来专做草本产品，很专业。至中和。正好1个月，1947年10月13日，正是橘黄蟹肥之时。傍晚，徐玉兰刚刚演完日场，正和剧团的姐妹们围坐吃着大闸蟹。一个票贩子跑来，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：有个人给报了，他不得了不得了，那个陈梦自杀了什么子？他对我讲，我说你不要搞什么都鬼了，真的，他说已经到省级医院去，那个时候还是省级医院，然后马上一打电话打起了，好了。那么那天晚上刚刚也相亲来一个哭戏，那么大家本身戏也要哭的，那么这家小当官自杀了嘛，大家都有感情，那么台上的人差不多不哭的也哭了，观众看了奇怪，今天为什么那个演员都在哭啊？第二天早晨，人们翻开当天报纸，白纸黑字赫然报道了一代名伶小丹桂自杀身亡的消息。
徐玉兰从报上看到了那一纸遗言：做人难，难做人，死了。是韦兰芳来告诉我听的嘛？他是说了，韦兰芳啊，是我们家快点啊，侬想想办法，趁人家不上城了，别死了。殡仪馆我也去的，我妈妈也去的，因为小丹闺女她没有爸爸，没有妈妈，都早就过世了。她是实际上听的小丹闺是月球红绫是吧？它里面关在里面一个遗体，就是跟衣服穿的那没有东西的。我亲眼看到没有写一根，只有这个鞋子前面有2颗珍珠，还要名誉把这个小丹闺恢复过来。小丹桂原名钱春韵，浙江盛县长乐镇人。4岁丧父，8岁做了童养媳，10岁入高声舞台学系，拜玉传海为师。小丹桂自幼吃过童养媳的苦，进入科班学艺后，虽然辛苦，有时还要遭师傅毒打，但他总觉得戏班犹如天堂。小丹桂学艺刻苦，未出师门即已担任头尖花旦，以后相继走红于宁波、杭州和上海。1938年5月，混迹粤剧界的张春帆看中小丹桂的演技，到宁波请他和师姐妹数人赴沪演出。代班师傅竭力劝阻，但小丹桂对张春帆的话深信不疑，就跟着他来到了上海，进了他的戏院，成为丹桂剧团的台柱。他是1930年粤戏的，在宁波呢已经称为粤剧王后。在粤剧史上第一个称粤剧王后的就是小丹桂。他是我的师姐，当时的情况当时是很红的。他的戏来讲的话是文武双全了，都来的了他的。我们经常在说嘛，三花不就一砖，一砖的要3砖大几了，是吧？一砖不就一担，是吧？那个时候小丹桂也是挺红的了。这呢是小丹桂的抱对象。这抱对象呢是1931年小丹桂还没有出科，要出去演出来，是他妈妈特地请那个木匠师傅做出来的，是比较考究的。这个呢，小丹桂梳妆化妆用的那个蓬头了，蓬头假发也用的蓬头。那么这里呢是眉笔，这些眉笔了都比较考究，当时有了都是进口的眉笔。那这个是眉粉了，用的是眉粉了，都是进口的货啊，比较高级的。这个呢是胭脂瓶，红水胭脂瓶，这是他练的油膏，都是进口的东西。这个是他原来老师的点了和原来一张纸嘛，要给你看啊，上海英租界新石路卡德路区老正昌神厂，这个就是他原来一张纸，这样是填了这个底下的，这个都是来到上海的这几年，在袁学芬倡导的新粤剧影响下，小丹桂也力图改弦易辙。1943年与徐玉兰合作，演出不少新戏。《山河恋》一演时，小丹桂正当红，她演密集一角，戏份较多。那个时候张成文批人要争取我到他那去演出，他才答应小丹桂来穿甲演是3、5年的。但小丹桂呢，他来了也总是更加不是像我们嘻嘻哈哈，他很少有笑脸的。我们要去问他，他也内向，不肯多讲的那样的事情。后来他终于跟出，我们比较自由，他是不自由的。因为阿拉搿辰光吃饭都来了后台的嘛，演出当中。一看嘛，好嘞，一个小菜啊，侪是搿种啥个黄豆芽呀，啥个，那搿么，搿我一看，我说啊，陈公家侬吃搿种小菜啊，我拿一个饭格子绑关脱了。那么搿桩事体也弄得蛮大的，就是好像呢，张春文，好像我那
要把阿拉那这个回音从前面来了一道，把小丹桂搞坏脱了要，就意思当中，是干那个情况。张春帆是浙江嵊县崇仁镇人，早先到上海打工，后混迹于十里洋场，从一个马仔逐渐成为戏霸式的剧场老板。小丹桂到沪不久，即被张春帆占有。我看他可能，我觉得他的处境很难的，所以我蛮同情他的，是吧？小丹桂是最老人没了。最老人没了，一点都没反抗。伊来了演戏啊，就是化妆，可能也被控制有关系。不管讲，自家们觉得也难为情，意思也有，没个人是运气了。因为伊不接近了嘛，跟人家跟姐妹都不接近了嘛，连同事都也不接近了嘛。那时间到了，一车子来了，等了，回去了。就这样。张春帆和小丹桂名是叔侄女，实是小妾，生活了好多年。随着小丹桂的走红，张春帆把她作为摇钱树，但凡剧院营业不佳，就改演小丹桂挂牌主演的《马寡妇开店》。小丹桂一身薄纱上场，身材隐隐约约，唱的又是寡妇思春的词，每场爆满。在参加《山河恋》一演后，小丹桂也在酝酿着丹桂剧团的一些改革。1947年10月5日下午，他与一个叫冷山的电影导演到龙门戏院观摩徐玉兰演戏。在回来的路上，两人边散步边谈了一些粤剧革新的事情，这本是平常的交往。张春帆下面的手对他小丹桂一举动有人盯梢啊，跟踪啊。这么个这张春帆，另外讲他呢，就是跟着冷山啊有不正当的关系嘛。张春帆的兄弟把冷山叫来就是拐了这个就是小丹桂的面前，当他的巴掌。张春帆啊，当着小丹桂面打巴掌，无所谓这意思，一定是要他交代这个有什么不轨之处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事情的小丹桂呢，精神上觉得刺激太大了。小丹桂百口难辩，看到姐妹家中窗台上有一瓶消毒用的莱索尔药水，便悄悄地藏在手提包里。在张春帆又一次恶毒的辱骂之后，小丹桂喝下了那瓶药水。咽气之前，小丹桂咬破手指，用鲜血在被单上写下了“做人难，难做人，死了”8个字。1947年10月13日下午6时15分，小丹桂离开了他心爱的粤剧，时年27岁。出殡那天，300多位粤剧演员和难以计数的观众自发地为小丹桂送葬。通往大西路乐园殡仪馆的马路两边拥满了5万多名吊唁者。那么当时大概上海就是排演的啊，不但是阿拉这个有好多就是讲其他节种也出现有个那个情况。张春帆呢，我有几个记得好多人跟他不平了，不平有地方嘛要起来打官司了。证明他个人也抓起来了，他可是没多少时间，就放手了，没有办法说。因为这个所谓是非颠倒的所谓。
人们希望将张春帆绳之以法，还社会一个公道的呼声，被挡在了法院冰冷的大铁门之外。直到1951年7月28日，戏霸张春帆终被新政府绳之以法。1947年诞生的粤剧十姐妹，除了小丹桂过早离世以外，9位艺术家在此后的几十年中，成为粤剧艺术发展的9面旗帜。流行一时的粤剧电影模式。可惜的是，经过那个动荡战乱的年代，1948年拍摄的《祥林嫂》电影拷贝早已下落不明。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和香港凤凰影业公司在1978年重新拍摄的。袁雪芬扮演的是老年祥林嫂。60年后的今天，袁雪芬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，祥林嫂把粤剧引上了革命文艺的道路，也成为自己政治上的转折点。中共上海地下党注意到了这些粤剧名伶的政治倾向，开始接近他们。1个月后，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来到了上海，他冒着风险赶到明星戏院，坐在观众席中，观看学生剧团演出的《凄凉辽宫乐》，为那位曾扮演祥林嫂的圣县姑娘鼓掌叫好。1946年6月26日，内战爆发。国民党军向解放7月中旬，当时在昆明的中国民主同盟的2位中央委员李公朴教授和闻一舵教授，4天之内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，国统区内一片白色恐怖。追求进步的粤剧艺人们也不能逃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。有关祥林嫂和袁雪芬的个人材料密报到了上海社会局。1946年8月27日上午，袁雪芬身穿白旗袍，坐黄包车去苏联电台录音。刚刚我弄堂口出来，等红绿灯的地方，跑了个分包，把我抛了一身。跑得很近，内战一触即发。此时上演在国民政府看来有政治倾向的鲁迅小说，无疑需要胆量。在征得许广平同意后，学生剧团开始排演《祥林嫂》，袁雪芬自己扮演祥林嫂，范瑞娟扮演贺老六，
张桂凤扮演魏赖子。这个演员阵容可谓豪华，几位主角都是一时之选，难分轩轾。上海青岛路和黄河路的交叉口，当年上演祥林嫂的明星大戏院，60年后早已换了上海银行的招牌。这是1978年上海越剧院重新排演的越剧《祥林嫂》，那年袁学芬56岁。而1946年5月6日的晚上，明星大戏院首次上演《祥林嫂》，依然是今天袁学芬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一幕。哎呀，那天我们从来没有过的，因为我们请许光美先生请他来看嘛，结果他请来的都是新闻一家的。我们那个编导男女啊，他连长的小红的进来啊，不得了不得了！他今天啊，田汉来了，洪生来了，张军祥来了，季默来了，吴凤也来了。我也不晓得我们这个作品怎么样，比我朴素的感觉，比我所熟悉的，我从那个地方出来的人的生活习惯，很朴素的颜色。上去呢，嗓子越唱越好。你是演戏啊，我真的蹦撞过去，把桌子板凳全部撞倒，结果桌面归桌面，桌脚归桌脚，下面还要演戏了呀。后来那个监场的就没有办法，只好把桌面这骨拉挖他个这个桌脚上面，很狼狈。这就是当时啊演出的。鲁迅的小说第一次搬上戏曲舞台，并在国统区的上海演出，立即引起了各界关注。上海的报纸都报道祥林嫂演出的盛况，说这是新越剧的里程碑。1948年由学生剧团原班人马演出的祥林嫂被启明公司搬上银幕，这是鲁迅作品第一次拍成电影，他开创了后来因为我们在等红绿灯嘛，很紧的就掏了我这个头上了，就是一声嘛，警察就来了旁边根本不困啊。这个风暴哪里来的，我们都很清楚，肯定来自反动派。此后袁学芬又收到了一封带有子弹头的恐吓信。封信我收到了以后呢，我去告表到天海，电话信这个所谓没有声明保障，他正好在开记者招待会呢，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大声疾呼，呼吁所谓对我指引。许光比洪生都发言的，洪生先生他就讲，你让一个孙娘子活下去吧。我天天看报纸啊，像《文汇报》这个非常醒目，袁学芬你挺起胸来。袁学芬真的挺起了胸膛，她在思考。徐玉兰累得在台上吐血，尹桂芳嗓子沙哑了也不能休息。如此卖命的演出，为什么还要看不劳而获的老板眼色？为什么要我们越剧演员和妓女一起去进行从业登记？袁学芬明白，要争取越剧姐妹们的合法地位与权益，就必须摆脱老板的控制，要有属于自己的剧场，必须办一所专门的越剧学馆，培养接班人。袁学芬想到了敢做敢当的大姐尹桂芳，两人深谈了一次，一拍即合，决定联合沪上越剧名角一演，筹资盖一所越剧艺人自己的剧场。尹桂芳为此放弃了电影《王孙公子》的拍摄。这里是上海的福州路，过去呢是有名的一条四马路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过去的有个大西洋戏菜的，那个知名的越剧的十几妹啊，他们在经营2年以前就在这个戏菜这里呢，签订合约，并请那个平衡律师呢作证。
1947年7月29日，大西洋西菜社，粤剧名伶云集，就连平时很少外出交际的小丹桂也来了。西菜社的老板也是一个粤剧迷，他点了点，共来了10位名角。芳华剧团的尹桂芳、竺水昭、吴小楼，丹桂剧团的小丹桂、徐玉兰、徐天红，东山乐艺社的范瑞娟、傅全香、张桂凤，还有一个是刚刚离开学生剧团的袁雪芬。他们要联合一演一部大戏《山河恋》。艺人们为着共同的理想，在合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不知是谁的提议，粤剧10姐妹还拍了一张合影，留下了那个永远定格的时空。10个人都要在一个本子里想，人家观众要看到戏啊，那要寻找了演什么戏啊？所以把那个一个3间卡来改编的。那我们编剧也动了脑筋啊，是吧？把它中国化。我呢演个宫女，叫黛英，讲这个叫大宫女。那么袁世文嘛，叫演个小宫女，是我管，是我管的。这是照的，她是很漂亮的，雍容华贵。我们10姐妹之间，她最漂亮。那么大家就罗着王儿，那么尹桂芳大去讲了，她说：“哎，这个戏嘛，自个子不会那么多，是吧？我呢，我只要也做跑龙套了，可是我不叫跑龙套，做招盖。”早点的早了，这早改也可以。可是我不叫尹大舅，叫桂芳啊。桂芳说的对，一个辈子没许多条件呀，没许多资格呀。他做早改，我也做早改，阿拉叫两面站好了。结果尹桂芳和范瑞娟演了2个大龙套《武将军》。要敬重这份故儿你有话只管对我讲，我让与你做悲情。这样说来，我是错怪了你；这样说来，我是当得了你。1946年8月19日下午，《山河恋》正式对外公演。当时卖的座位票分为3个档次：10万、5万和3万国币。买票呀，我们预订票呀，我们要演出什么时候演出？这个1天的播映，把半个月票数全部买光呀。那么阿拉呢，10个人呢，天气嘛蛮热的是吧？我都来了，把戏都大家劲头蛮足的。粤剧10姐妹，这当然是一个艺术的排列，但不完全是。如果以艺术表演论，应该还有早期的吃银花、赵瑞花、涂杏花、王杏花、马章花、竹素娥、李艳芳，以及后来的戚雅仙、毕春芳、陆锦花、王文娟等。粤剧10姐妹，它其实产生于粤剧艺术的觉醒，或者说是粤剧人的觉醒。1946年10月19日，鲁迅逝世10周年，上海各界人士纷纷用各种方式纪念这面民族的旗帜。有一天，编剧南威把鲁迅的小说《祝福》带给袁雪芬看。那天我在明清大戏院演出，白天下来以后改装了，晚上要演出了。他说：“袁小姐，我读篇小说给你听听啊。”那我一面在改装，他一面读小说。他的小说不长，只有几千字的。那么他读给我听，听下来以后，他说：“你看怎么样？能不能改戏啊？”我读的时候不晓得鲁迅的伟大呢。我这个故事我非常熟悉，我从我母亲老一辈身上可以找到这样的个影子。我说我有把握，侬放心好了，侬下次我一定演。上演《祝福》
正是越剧对绍兴老乡鲁迅逝世10周年的最好纪念。为了演好祥林嫂这个全新的角色，袁雪芬专门去书店买来《鲁迅全集》，还和南威专程去拜访了鲁迅的夫人许广平。许广平一愣了，他说在这个延安啊有个鲁艺，他延安鲁艺啊念去这个鲁迅啊，演鲁迅的作品倒是完全说得通的。他在上海你们演出你不怕当局不同意吗？这有什么？你讲的是为什么可以不同意啊？我说我们在敌外时期，我说演出嘛汉奸的戏，我说他们要审查了，让他们审查一个本子，我们演出又是另外的本子了。我没有关系的，我们豫剧改革，我什么题材都要演。我说，这是1946年的春天，抗日战争结束已近1年，曾经一致抗日的国共两党关系微妙。